黃先生今年44歲，10年前嘅佢好熱愛揸電單車周圍去。當年嘅一場意外，黃先生從此失去咗揸電單車嘅能力。發生意外嘅時候，佢淨係揸緊電單車返屋企，好突然、好不幸咁同一架對頭嘅貨車相撞，佢成個人連同電單車一齊咁墮地。呢一下嘅撞擊墮地，令到佢嘅胸椎脊髓嚴重咁受損，導致下肢癱瘓，唔能夠站立同埋行路，需要依靠輪椅代步。黃先生捱過咗艱難嘅時間，為咗家庭，努力學習自立以減輕家人嘅憂慮同埋負擔。黃先生已經失去咗工作嘅能力，每個月只能夠依靠3000蚊嘅高額傷殘津貼生活，但係佢仍然好鍾意揸車。雖然佢唔能夠再揸電單車，佢希望自己仲可以揸私家車，自行外出活動。為咗容易幫助自己可以自行上落車，佢需要一部非常輕巧嘅輪椅，以方便自己自由活動。意外之友了解黃先生嘅情況之後，希望達成佢嘅心願，喺意外之友傷者援助基金撥款捐贈一部輕便嘅輪椅，並且邀請意外之友關懷大使鍾舒曼小姐去探訪黃先生，以支持黃先生自立嘅決心同對生命嘅盼望。多謝意外之友捐呢個輪椅俾我，所以咧令我冇咁容易受傷啊、整親啊、咬親嘅，非常之感激意外之友，同埋多謝捐款俾意外之友嘅人。意外之友咧已經幫咗好多傷者嘅家庭㗎啦，但係咧仍然係有好多個個案咧等緊意外之友去幫忙嘅，我哋好需要你嘅支持，請打捐款熱線34210066，34210066。